韩国 N 号房事件引发全球哗然，网络安全问题也再次浮上台面。但你有没有想过，台湾也可能存在 N 号房？3点全件，真枪实弹，激情上演。这是台湾的网络成人影音平台 Swag。金山色的内容明显不适合儿少观看，但事实上，网络直播或影音平台内容仅能靠业者自律，公权力在网络内容管控上几乎全面撤退，也给了平台业者游走于法律边界的灰色空间。我们在比如说建黄，然后还有一些违禁的内容把关上，我们主要是自动就是影像的自动辨识，还有人工的后台监控2种方式并行的。所以我们在自动辨识的方面，我们除了对影像监控以外，我们对直播间里面用户的谈话，我们也会进行实时的过滤。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内容的影像是有违禁的，或者是它里面提到了一些敏感的词，我们是会直接送讯息到我们的客服后台。那我们客服后台的人员呢，就会直接进房去看。那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就会直接把它关掉。我们不希望这些直播主他是用他的身材来吸引用户。后面有些直播主是收成固定的，一个可能比如说都有个20-30万，那他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他等于是把他的正职就放在上面。台湾的人比较不会说一定要对价关系，大家就是都是好朋友，或者是也都可以打赏。很会做朋友的，也看起来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法律跟不上变化快速的网络时代，只靠各家业者自律显然不足。YouTuber 出身的台北市议员邱威杰认为，比起封杀网络内容，更应该有效监管。律师也坦言，面对不遵守规范的平台业者，法律形同纸老虎。但是有一个产业，在过去一直以来，它是长期被剥削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就是在讲所谓的这个，可能譬如说就是性产业、风俗业，日本在讲风俗业嘛。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呢？以前它是一个被垄断而且被剥削的状况，原因是在于说，因为假设我今天是一个一般人，不管你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如果你想要入这个行业，第一个你要先找得到客人，你能够把自己给卖出去；第二个，你必须要能够安全的收到钱。所以基于这个行业多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所以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要靠行，就像你开计程车司机，你必须靠到一个计程车行里面。但是我觉得 Swag 这个平台的出现，它让这个垄断的情况突然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很多人其实可以直接跟他的消费者接触，而且它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效率而且非常安全的这个价值转换的一个系统。所以我在这个平台上，我其实就算我是一个普通的个人，我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那我直接的其实收取到一笔现金，然后呢直接完成这个交易。我必须要说，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让这个情色产业产生了会蛮大的一个改变。我必须要说，我刚刚讲的这一切，就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来讲，必须要说，这中间有太多非常糟糕，算是违法，或者是你知道吗？可能这个社会道德、善良风俗是我不能允许的地方。可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其实有它正向的意义。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啦，我觉得 Swag 这个平台，我不会说它是一个合法的，但是我会认为，如何把它所产生的正面能量导向一个合法而且可以被管理的状态，我认为其实远比就是说这个平台我们立刻就封杀它吧，不要让它再出现，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平台业者，我觉得它是跟17直播之前的类型很像的，然后平台业者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抗辩去做切割，那真的也是要找到一些比较确切的证据，包括说他跟直播主之间的签约的契约的内容啊，以及这个他的平台本身这个介绍给大众的这个资讯和说明的那个状况，能不能让人家觉得说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要来，就跟去逛应召站的网站是差不多的。对，要到这个程度才有可能啊，要找到这个证据到这个程度，才有可能会构成媒介性影响力，对啊，要不然。很多平台业者都会说，那这个只是个人直播主的行为，我就提供这个平台。那你开了频道，你做了很多可能妨碍善良风俗的事情，与我这个平台没有关系。Swag 在2016年8月上线，火辣的影片马上引爆话题。幕后推手就是17直播的创办人黄立成。不过，根据记者调查，Swag 在2017年12月转手为帅哥科技经营，负责人为刘佑贤。2018年4月，负责人改为曾家章。到了2019年4月，帅哥科技又变更为欧炫科技，而该公司已经在今年3月申请解散。不过，Swag 平台仍在正常运作中。记者实际走访欧炫科技有限公司，却发现原本的地址已经人去楼空。
Swag 的经营所有人到底是谁，形成谜团。不过，对于网络色情内容的看法，蓝绿两党立委都认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介入管控，才能有效保护儿少的网络使用安全。否则，台湾恐怕成为下一个 N 号房事件的温床。但其实网络说实在，它其实也是一个实体的延伸来，就是说以前因为没有网络嘛，所以大家就是看到我们的法令都还是在。就以前的制定，所以都还是比较拘泥在说我们实体上会出现的一些法律行为。但是的确在虚拟环境里面，或者在现在网络发达之后，它的很多的行为就延伸到了网络世界去。但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法令的确是远远的跟不上整个时代的脚步。那我觉得其实不止这个议题，有好多议题。你会发现都找不到主管机关呢。我比较觉得还是应该 NCC 要管，因为终究整个 NCC 它自己本身，它也有网络电信警察的员额嘛，那也有配备啦，这些都有嘛。那只是说比较缺乏的是与时俱进的法令跟规范。可是我觉得 NCC 其实要做是可以做的。那以就现在很多网站来说，它是叫做告诉你18岁。以下不能进入，但事实上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约束任何的人。我觉得这是现在爸妈最担心的部分。网络的内容的确是我们既有的法规都比较没有相关的工具可以处理的部分哦。网络色情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说如何能不能区分儿少跟成年人，那能够做到儿少保护。那所以色情网站的入口其实就应该要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能够身份的验证，那提醒或者是警告对方，就是如果他未成年的话，那这是不应该是他来看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保护该保护的，然后让他的伤害降低？一旦出事的时候，是谁应该要处理？那个工具要很清楚。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那对我来讲的话，儿少保护是重要的，因为但是他成年人的部分，你让他成年人，可是里面不能够有儿少的人伪装成成年人，然后他甚至是成为主角，不只是观影者哦。因为数位时代其实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实体的性产业更难处理，因为它的界限太容易滑入了。就是说从一个所谓的交易的定义是很难定义得到，就是说儿少保护其实难度也更高，所以这部分应该更有敏感度，然后政府更应该积极的去关心这一块吧。那不要等到像韩国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伤害这么大已经造成，然后你才在后端谴责，就是说加害者。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已经来了。针对这些所谓的成人的资讯，我想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它有它不同的资讯需求。那以及我们都一味的把这些的网站的经营认为它非法，或认为这些经营是很糟糕的，最后迫使它到境外去，那增加管理的困扰，或者导引它到台湾这个社会，让它能够顺利的经营。比如说导引它做正常该如何对消费者的保护，比如它隐私的保护，如何导引它避免在上面有一些不该出现的，比如说儿少的这些性剥削相关的内容，或者是私密照在上面的流窜，让它的经营能够更顺利、更正常。那这样在管理上面困扰减少，让需要这些资讯的人，他可以寻求正常的管道去获得他的资讯，然后也让儿少得到他该有的保护。我想应该创造3赢，那这才是我们在看待这类平台，我们或许是不是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这类的平台的管理。各界都认为，面对网络成人内容不应该全面禁止，但政府在网络安全管理上仍不见积极作为，法律的模糊界限造成儿少保护的漏洞。如果不尽快制定法规和设立主管机关，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处处都有可能是 N 号房。今日新闻记者赖志场、赵玉琪、黄仁杰、陈明安专题报道。